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傑仔。嗱，今日同大家嚟到惠景軒天水圍呢度咧，就參觀單位，一齊上樓參觀一下先。好，上到嚟單位啦。嗱，呢個單位天水圍惠景軒嘅3房套房嚟嘅，咁我哋一齊參觀下先。好啦，先望廚房，廚房長形嘅一個廳型設計，係啦，長嘅 U 字形啊，唔止 L 啊 ，U 字形嘅櫥櫃套裝。咁啊，感覺白雪雪，光感都幾好嘅。嗱，望嘅客廳先。嗱，客廳範圍啦，你呢個咧惠景軒出名咧。個廳型咧就闊落啲，嗱呢啲咧就大概2尺磚到啦，睇下我隻腳先，嗱2尺零磚，咁啊而家就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18至19尺嘅廳位啊，哇好長啊！咁我哋望嚟出去望下個景觀先，好啦，嗱呢一個景觀咧正啊，點解咧？呢個天秀公園景啊，係啦，今日我唔出去啦，哇望遠少少會見到深圳灣嘅大橋，下面就天秀公園。咁當然啦，呢個公園其實就新起冇耐嘅啫。咁對面都係望到深圳灣。嗱，後海灣一啲少少嘅景觀咧，其實你喺呢一度咧都會可以望得到嘅。咁同埋呢一個單位一廳咧，2、4、6、8、9尺零，近住接近10尺嘅一個客廳嘅一個闊度。咁啊，無論呢邊電視掣位同呢邊電視掣位本身都已經做好咗㗎啦。好，入嚟睇埋個主人房先。主人房其實嗱，佢做咗個大衣櫃喺度嘅業主。咁啊上頂，咁但係你話正常，如果唔做晒咁多嘢嘅3邊落床，我覺得絕對係冇乜問題嘅。同埋咩啊？窗台大啊嘛，大得嚟咩啊？靚啊嘛，靚係咩啊？而家睇呢個景啊，哇塞，不得了啊！前面濕地公園嗱，10層樓最矮嘅啫。我哋而家喺個中層嘅戶型，成個深圳嘅後海灣景觀俾你一覽無遺嘅。咁啊，我覺得加分項目嚟啊呢個係。好，咁啊望下套廁先，套廁就普普通通啦，四正企理實用嘅。好，咁啊望埋個2個房，嗱呢個頭先嗰個大房，咁我哋其實仲呢個單位咧，除咗大房之外，仲有2個細房，一個咧就係呢一個我哋叫中房，中房一樣係望濕地景嘅，咁做咗個吊櫃，分體嘅冷氣機位，咁啊但係你話平常擺床位嘅，我諗如果你要做得盡啲，呢度係可以放張6尺乘翻4尺床，雙人床仔係 OK 嘅，咁啊單人房做就咁 perfect 啦。咁啊，嚟到呢個細房又係啦，嚟2個房都係同一個設計，又係做咗啲吊櫃，好識得利用空間啊！呢個單位，好嗱，上面又係圖書吧嘅分體冷氣機，咁啊景觀又係呢個濕地公園嘅靚景，哇！咁我覺得呢個單位即係景觀係無敵，因為惠景軒3座，其實好多單位咧，嗱呢個單位朝北，但係景觀開揚咧，就呢邊嘅景咧會開揚啲，東南有東南嘅味道。好，但係我哋呢個單位，我覺得加分項目好多啊！好，望埋個洗手間先。咁啊，原裝浴缸嘅一個設計。咁啊，色水我諗係當時嗰啲膠樓樣，或者可能換過少少，但係顏色上我覺得自己再配搭啦。如果你話租買呢類型咧，都好合適嘅。咁有興趣想睇呢類型嘅單位，睇多2間嘅，歡迎揾傑仔帶你嚟現場嚟睇下。